车祸遮济，即马交通部有个要修法。 车若无让过路人造成重伤，罚金要提悬，会罚到3万6，而且4、5年内拢袂使去考驾照。这个规定打算6月份要开始实施，也毋过这项法律的修正是引起职业驾驶团体不满，因认为讲提悬罚金治标无治本，应该爱改善车路的安全设施，安尼较有路用。也若行人路权团体对修法是表示肯定，认为动法上界有效，也毋过嘛同意道路的工程、教育后续嘛爱。 对的改善。中国月初一个学生囝伫台北市内湖区，伫斑马线附机车撞到，好佳在无要紧。为处理车无停留，台北市交通大队用尽力配合科技执法。今年1到4月，处理件数比去年同期增加78%。今年这个1至4月，我们总共取得10756件，比这个去年同期8403件，增加了2353件。 交通部也有个修正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法基准甲处理细则，无让过路人伫事件上起罚金约800，吊考驾照1到2年，互人重伤死亡，除了起罚金约3万6，搁吊销驾照4到5年免考照。应该有吧，因为之前没有让行人直接罚6000之后是蛮明显，效果蛮好的。所有车辆都已经还蛮礼让行人的，我觉得有些行人可能会。 反而是行人有些红灯会继续行走。民间团体认为交通部爱赶紧完成道路安全改善，爱搁注重教育，才能根本解决安全问题。一味的拿行人或者汽车驾驶当提款机，加重财罚，并无法真正 落实保障行人的安全，要降低行人死伤，保护行人安全，还是要强调道路工程跟教育这2方面，因为执法只能在危险发生后做事后的补救。交通部说明，为提悬汽车驾驶人停留过路人观念，确实遵守规定，减少事故发生，提出修法。通过14日了后，若民众无意见定数新规定，按算6月底进行就应开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